先啊，继续来看台南，透早是发生着重大的枪击案。这是渔会理事长，嘛是市议员林依婷的爸爸，叫做林树杰。透早5点外出门，准备要甲朋友去爬山，才一行出着门卡口，离附近埋伏的枪手就随冲过来，近距离甲开枪。林树杰倒落涂骹了后，这枪手是继续来开枪，然后快速逃离开现场。作案的时间前后无到10秒。清清是协会台南协会理事长，甲物件放伫咧因兜门口，这一个月头，伫咧附近长单经过的枪手随冲过界开棍枪，确认林树杰着枪，枪手随赶紧走，犯案的时间无到10秒钟。另外一个角度，会当看到枪手伫步话刮嘴暗，看行过路口，两只手敢若插伫咧地内底，挖紧林树杰才解开枪。林树杰着枪了后，赶紧改送去病院抢救，同款无救回来。枪击案发生伫咧今仔日透早5点外，地点伫咧台南新乐路林树杰因兜门口，警察监视小组来到现场采证，现场有防水线，路口真侪枪支壳，有车辆扫着风台尾，眼镜挂有枪支弹过空。你们都没有听到声音啊？我们房间在后面，我来这边玩，然后肚子痛一整晚，然后我现在要赶去看医生，然后看到你们会这样啊。当头北市发生枪击案，民众惊到要死。那林树杰的查囝，嘛是市议员林依婷，听到爸爸过身的消息是真伤悲。亲手食着好打油饭，伫咧街路开枪杀人。警察初步检视林树杰的边，阿妈困胸坎上重要部位着枪，敢若是下决心，就是要爱验命。是一人，但是并不排除不排除共犯。我们也大概初步有锁定一台车辆，那目前我们还在追查当中。根据了解，林树杰和朋友小姐要去爬山，所以才透早出门。想到才到厝门口，就拄到枪手给打死。警察认为凶手是以无性犯案，大先知影林树杰的生活规律，即马卖尽全力来抓凶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